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来家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2月4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国投产业研究院院长高尚文他在国投证券2025年投资策略会做的一个报告，云开雾散关线。这个报告我也看了一下，我跟大家先分享一下这个高尚文这个报告的一些主要的观点。他这个报告很长，高尚文认为2025年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首先高尚文认为当前这个经济下行，经济的压力不是来自于转型，而是来自于周期性的扰动，也就是它自身的规律。他说2018年前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逐步摆脱依靠债务、基建和房地产驱动的增长形势，转向依靠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经济转型过程中，有些行业兴起，有些行业衰落，总量层面经济增速放慢，可以理解，可以想象，属于转型过程中的成长的烦恼。这个高尚文他把这个上市公司就是在 A 股、港股、中概股，就是公众公司，把这些公司它分成3类，一个是支持类，就是国家支持的2500家，政府支持鼓励，支持经济转型引导方向。第二种呢叫限制类500家，就政府试图加以规范管理和限制的，行业自身也在走向衰落。第3类就是中性类2600家，比如说商贸、零售、社会服务和转型过程没有很紧密的联系，整体属于中性。这个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占2024年 GDP 总量50%以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以这个中性类行业为例，他说2016年至今，中性类行业营业收入占这个总市值占比是总体稳定的。2018年到2020年，限制类行业占比将收缩，支持类行业占比明显扩张。政府试图限制的行业在收缩，政府试图支持的行业在扩张，营业收入和总市值维度都是如此。高尚文认为这就说明经济转型确定性的在发生，无论经济增速如何波动，中性行业占比一直保持不变，不受限制性和支持性政策的影响。所以高尚文说通过观察中性行业的表现，去剥离转型和政策的影响，也就是中性行业它不怎么受政策影响。那么2017年以来，中性行业营业收入大幅下滑。从这个指标看，中性行业营业收入下滑不是转型的影响，而是周期性的力量。从雇佣员工数据看也是如此，也就是高尚文认为那个政府支持类的和政府限制类的，那都属于转型，是属于政策影响，所以你不好判断。但是这个中性行业相当于政府并没有对它有什么限制，也没有什么鼓励支持，是自身在发展。那么这个中性行业在衰退，就说明咱们现在是周期性的。所以这个高尚文得出第一个结论，说经济的转型取得了一定成绩，同时经济增速趋势性下滑，这一下滑和转型没有很大关系，更多反映周期的趋势性力量。第二个呢，他就说到了消费和收入。消费和收入他得出个结论就是疫情前说年轻人占比与消费不相关，疫情后年轻人占比越高的省份消费越，你反过来理解就是年轻人多的地方消费反而还活跃一点。胡一静老师多的地方消费活跃一点，这可以理解胡一静老师退休金高年轻人失业，年轻人没有工作，年轻人对未来预期很差，那他当然不愿意消费也没钱消费。说一个省人口越年轻，消费增长越慢，一个省人口越老，消费增长越快。这高尚文说这个市场参与者归纳以上现象为3句话，叫生机勃勃的老年人、死气沉沉的年轻人和生无可恋的中年人。对老年人而言，未来可预期的退休金是可以按时发放，每年稳定增长。退休金是每年3%以上的增长，这大家知道吧？所以我一直主张胡一静老师退休金就别涨了，对吧？给那些退休金低的农民涨一涨。胡一静老师每年退休金的这个增长幅度是略高于通胀水平，但是这些数字都是来自于统计局。收入预期没有受影响，可以继续搞夕阳红、跳广场舞、搞人体摄影，但是这是我最后加的胡一静老师搞人体摄影就属于那种消费升级，胡一静老师跳广场舞、搞夕阳红、搞这个老年婚外恋，那属于这个基本操作，搞人体摄影是消费升级所以我们鼓励胡一静老师消费升级。对年轻人而言，收入预期大幅下修，收入增长确定性大幅下修，找不到工作，找到工作与预期有显著落差，年轻人纷纷节衣缩食，关灯吃面。我记得这个高尚文去年说了，年轻人洗洗睡吧，不知道他在哪个论坛报告上面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认为年轻人机会没有了，洗洗睡吧。今天又说年轻人关灯吃面。他说我们看另一个数据，省级行政区的消费情况和省会城市二手房价的涨幅。疫情前消费和房价几乎不相关，疫情后房价下跌严重的地区消费
更差。他说我们倾向于认为，疫情后买房人总体是年轻人，一个地区的年轻人对未来越没有信心，他们的消费越弱，买房的意愿也越弱，没有收入预期，没有消费能力，也不敢买房。这一模式所得到的结果和我们观察地区人口老化的结果指向了类似的结论。年轻人收入预期下滑，消费信心和购房意愿都被显著抑制，但老年群体的收入预期没有被限制。生活幸福感强，胡信老师这个幸福感满满都已经溢出屏幕了，没事就感谢国家3遍，感恩感激。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这个就是高尚文说第3个就业。他说我们观察失业率，2022年2轮封城失业率冲势上升，失业率稳中有降，这个和我们通常这个统计局的说法还有所不同啊，因为我们听到的都是稳中有升，哪有什么稳中有降呢？2024年失业率和2022、2023年差不多，整体就业压力并不大。他说观察体制内，也就是非私营单位平均工资增速，疫情后工资增速有一定下滑，但远没有消费者信心下滑那么显著。他说观察城镇就业人口增速，疫情爆发后出现了急速下滑，疫情结束后出现了反弹，但仍低于长期趋势水平。他说观察就业人员总量，实际找到工作和这个趋势线呢，累计岔口4700万人口。高尚文认为啊，累计有4700万劳动力无法找到正常工作，然后是这些人去了哪里？高尚文认为啊，观察城镇和乡村就业人员数据，乡村就业人员累计增加了4100万人，与城镇就业人员减少数量相当接近。一个可能的解释，疫情后城镇创造就业能力显著恶化，大量就业人口返回或者滞留在乡村，回老家之后，城镇失业率数据不显示，但在总就业人口中反映出来。他说另一部分可能离开了劳动力队伍，40多岁工作没有了，公司破产了，开滴滴在家炒股或者在家待着，在就业和失业数据上看不到。我倒是觉得啊，这个开滴滴在家炒股或者假装上班的占主要部分。它总量数据上，城市吸收就业的主要是第3产业，犹如技术进步积累资本，制造业吸收就业在过去10多年一直是负增长。而我们观察第3产业增加值占比，疫情后第3产业占比趋势线也出现了很大的裂口，对应的就是城镇就业人口缺失。我们观察全国存量就业质量衡量指标，不仅是就业数据下降，就业质量也出现恶化，不仅仅是金融行业，犹如羞耻感出现了就业质量的恶化。确实是啊，就是咱们在节目里面经常说的，就是优质的工作岗位，高薪的工作岗位，这个高尚文说就是叫就业质量衡量指标。这些工作岗位因为年薪啊都是几十万、上百万甚至更多，那这些都是消费和高房价的这个接盘者或者叫这个推手，这一块在下降，你就知道为什么消费房价它是上不去的。咱们一直说啊，你生产鞋的、生产矿泉水的那些工人，你指望着他去接杭州的高房价，接得起吗？高尚文说啊，我们观察五险一金的缴纳比与历史趋势相比，也出现了显著的恶化，这和前面上市公司数据、消费数据都是呼应的，不能反映为转型的烦恼，而是周期的力量。第4个，他说总量数据啊，他说我们通过产出缺口与核心 CPI 观察物价数据，纵轴核心 CPI 是 CPI 扣除食品和能源等高波动成分，中国经济增长和潜在的增长能力的差叫做产出能力。他说一般经济理论认为二者存在非常紧密的联系，我们倾向于认为中国在2013年前后经过了刘易斯第2拐点，产出缺口和物价之间的关系确实变得很紧密，但是有2个异常点都超过了2倍或者3倍方差的水平。2023年和2024年，他说在中国总量数据中最可信的是价格，抽样就可以，各种力量很难操纵，另外一些数据可靠性就弱，容易受到非统计因素的扰动。他说我们看城镇就业人员增速和 GDP 实际同比的关系，经济增长大概率会创造更多的工作，产出的扩张会伴随就业的增加。如果我们认为就业数据可信，那么经济增速就太高了；如果我们认为经济增速数据可信，那么就业数据就太低了。就业和增长的关系在过去2年也显得非常反常。这高尚文的意思就是统计局那些数字啊已经自相矛盾了，把2种不可能放到一起了。你要经济增速如果真的是5%的话，那你的就业率就太低了；如果你的就业率真的那么低，那么你的这个经济增速啊就太高了。那言下之意啊，就是统计局数字要打个问号。统计局辛苦了，要给统计局加鸡腿。你要相信了就业数据，那就是经济增速太高，5%是有水分。他说的就是意思啊。他说2020年疫情以来4年作为一个时间段，2019年取同样
的时间段前后比较物商品消费。这个疫情之前消费增长与经济增长差不多，消费增长还略快一些。疫情之后消费增长比经济增长低得多得多。疫情之前经济增长和投资增长差不多，疫情之后经济增长比投资增长快多了。这是统计局的功劳啊！统计局把这一切都解释为宏观经济数据和微观体验之间的差距。也就是说啊，你老是觉得累、觉得苦、觉得经济不好，那是你个人微观的体验有问题啊。宏观数据就是这个。统计局说了，你这工资啊，你收入增长了6%，你老是不信，还有人真傻跑去看存折，看银行的账户有没有多6%。统计局都说了，你个人看的那个是你个人微观体验啊。咱们把全国的一算，你就是增长了6%，你最好选择相信。他说合并所有数据，消费和投资的增长和经济增长有某种关系，在疫情后这种关系变得显著反常。他说我们以疫情前的数据为基础，疫情后要么是消费增速低估了，要么是经济增速高估了，在其他科目中没有看到这种吸收关系。他说最后一个层面的问题，我们知道中国房地产是2020年8月后进入大幅下滑的过程，到现在已经超过3年时间，是造成当前经济困难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这是大家广泛接受的事实。他这个应该是2021年8月，我认为他是高尚文科曼写错了，因为2021年9月恒大暴雷，那个时候房地产还往上冲了一段。2021年国庆节，全国各地售楼处还是人山人海，人头攒动，红旗招展，对吧？锣鼓喧天的。2020年8月，那咱们还是沉浸在喜洋洋之中啊。他说很多人认为中国在2021年之后经历了房地产破灭，从该开工销售数据上，这个结论说得通。这个高尚文啊，他说他比较了中国和发生房地产危机国家，也就是比如美国、日本前3年和后3年经济增速发生了大幅下滑，3年平均增速在7%，中位数负的3%到4%，最少也有2%。中国的经济增速只下滑了0.2%，几乎没有下滑。说在政府财政没有逆向扩张的情况下，经济增速没有显著下滑。这高尚文就发现这数字不对，研究了美国和日本这些国家的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啊，它那个经济增速都下滑了7%，就是下滑的少的也有4%。但是咱们呢，2021年房地产破灭之后，经济增速没有受影响，就这太神奇了，怎么做到的呢？又是统计局的功劳。所以强烈呼吁啊，2024年要给统计局加薪啊，加鸡腿都不行。然后高尚文说啊，把这一对比和物价、就业和 GDP 细分对比合并，房地产泡沫一来 ，GDP 增速每一年高估了3个百分点，累计高估1个百分点，这与城镇就业人口流失4700万对应上了。也就是说，把 GDP 的增速啊下修3个百分点，所有的数据就神奇的对上了。那高尚文的意思就是咱们 GDP 5%，实际只有2%。哎，要这么一说的话，那是不是大家感觉好像确实能对上，对吧？经济在高速增长，然后我们老百姓韭菜感觉压力越来越大，这个首先是说不通的。欧洲很多国家经济增速是0呢，经济增速1都是很厉害了，那还有很多欧洲很多国家是负增长，他老百姓也没有过得那么惨。咱们5%的增速在全世界都排前几名，可能比那个什么新兴国家啊稍微少那么一点，但是为什么我们却感觉到越来越难呢？要么你就是你这个感受有问题，要么就是数字有问题，那你选一个。这个高尚文说啊，坏消息对吧？就是 GDP 啊虚报了3%，就业人口少报了4700万啊，咱们现在是周期性的压力。那好消息是什么呢？好消息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消息，这是高尚文的观点了。他说什么926会议开始正视问题，正视经济增长层面存在问题，并准备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解决问题。也就是说，大家认识到问题了，这就是好消息。面对问题不是成长的烦恼，而是周期的压力。接下来就是采取措施去解决这些问题。他说我们如何来评估这些措施呢？一，泡沫破灭后经济增速要回到正常水平，平均需要9年，对吧？日本人就要消失了30年，高尚文说平均要9年，那我们不才3年吗？很多人非常着急啊，天天问经济是什么人能好，你说什么人能好？第二个，他说泡沫破灭后经济萎缩，政府救助，产出的绝对水平恢复到泡沫破灭前也需要3到4年。他说以这样的模式为基础，中国的经济增长要恢复到泡沫破灭前还需要比较长时间的等待，积极状态下也需要3到4年时间。我们对泡沫破灭后的干预是否积极，不同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即便非常积极，要快速完成恢复也不是很现实。就是高尚文的观点就是委婉的表达了啊，就现在政府这些宏观调控的措施、刺激政策，你想快速的实现这个经济恢复，这是不现实。他说我们要面对后泡沫时代相对比较弱的增长，我们要从危机阶段转入相对较弱的正常增长，是后泡沫时代泡沫管理时期重要挑战。他说一般性的干预措施包括大规模降息、稳定金融机构负债表、政府部门资产负债表扩张是否规模够大、是否足够及时、是否足够有力。我们政府已经做了大量工作
作，降息层面还是有很多工作要做，除了金融机构，还包括影子类金融机构，政府部门也需要更大力度的扩张。他说，经济从国际经验来看，也会转入相对温和增长，维持较长时间的温和增长后，才能恢复到一个比较正常的水平。综上所述，高尚文认为啊，2025年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23年、24年的数据异常点向保持温和增长的转折时期，泡沫带来的失衡得到了修正，政府的政策也更为积极有力，也意味着股票市场运行有了稳定可期的宏观环境。这个最后这段话恐怕是高尚文呢保命的、保住狗头的这个重要措施啊，就是前面不管怎么说，你听得多热闹，它最后是2025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充满了希望。你不这样的形式结束，这高尚文恐怕也要叫去谈话了。我看了一下高尚文的这个整个的报告啊，它这里面更多的就是对这个数据啊提出了疑问，一个是就业人口或者叫失业的人口，一个就是 GDP 增速。当然了，他得出个关键结论，也就是说现在不是成长的烦恼，而是周期性的。如果是成长的烦恼，那倒好办，就是政策可以去调控。如果你认为它是个周期性的问题，那么你政策啊很难就是立竿见影，就周期性的它有它自己的规律，大致的意思就这样。如果不考虑高尚文最后说的这一段话，那总体上就是高尚文的这个观点啊偏悲观偏空一点，那至少不是那么乐观嘛，对吧？坏消息是经济、就业、消费、物价统统的都很差，好消息是大家都知道了这些都很差。最近啊这个接连有一些这个专家对当前形势啊做出了一些和主流的声音略微有那么不同的说法，引起了广大的反响和热议啊。首先是傅鹏，对吧？他在那个汇丰啊一个全国巡回一个论坛一个演讲，他在这个演讲上讲的这些话，咱们节目也介绍了啊，已经刷屏了。傅鹏的那个报告啊已经过去10天了，而且在网上是大面积的流传和解读，似乎也没有受到什么惩罚。虽然这个汇丰啊后来说由于傅鹏啊被有关部门约谈，所以导致后面的这个论坛受了这个计划改变，后来傅鹏还跟这个汇丰的这个什么这个经理啊怼起来了，证明啊这个傅鹏讲了这么多话都是安全的，根本就没有受到什么约谈。或许啊是受到这个刺激，这个经济学界啊这些专家就破防了，就有人冲塔呀，好像没事，那第二个人也接着往上冲啊，所以高尚文就粉墨登场。我在想啊，接下来恐怕会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专家、学者开始接力啊，那有种围攻光明顶的意思，一发不可收拾啊，就是谈着谈着就越来越接近真相。以前是不敢去谈，以前只敢说，对吧？一切都是刚刚好，多一分则多，少一分则少，就是鼓掌就完事了，实在不行就换个姿势鼓掌，花式鼓掌，学一学胡一静老师。但是现在有一个人，对吧？傅鹏就像那个皇帝的新衣中的那个小男孩一样，去试探性的往前迈了一步，发现没事，所以这个就是示范效应。我想后面恐怕会有更多的专家说的会越来越露骨啊，越来越接近真相。这个显然和咱们提倡的、倡导的、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是背道而驰的，就看现在容忍度能到哪儿，对吧？如果都这么说，那以后统计局的数谁还敢相信呢？虽然现在大家都不信，但毕竟没有说出来，这公开说出来这还了得？所以说不定要不到多长时间又要封杀这样的言论。但是对于高尚文的这些观点就没有出格的地方，只不过以前大家不敢说而已，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高尚文尽量使用一些温和的中性的词语，对吧？言论呢虽然观点比较这个大胆出位，但是用词还是尽量避免一些敏感的词。你比如说这周期性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我们以前这个初中高中课文上面的经济危机，也就是系统性危机，但是他不能说，所以他用什么周期性问题，你看换个词更专业，然后呢也不至于引起恐慌。实际上我理解的他说周期性问题，那不就是经济危机呗？就像以前这个经济学界不能用通缩这个词，对吧？咱们这么多问题，这么多数据显示出来，咱们就是在通缩，但是谁也不敢说，你说了你就唱空，别有用心，你是1450，所以大家就换出各种各样的词来表达，直到有一天政府部门说出来通缩，后面开始很多人就开始说现在就是通缩。实际上高尚文的观点就是现在就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你要救就大力出奇迹，大水猛灌，更大的规模的财政刺激，招呼上顾不得那么多了，大概其就这意思我对比一下傅鹏和高尚文的观点他们两个人都是看到问题，就是敢把问题讲出来，或者叫部分的讲出来，但是他们那个也是都强调问题很严重，但是他们那个观点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是不一样的。就是傅鹏你看他更多的是讲这个微观层面人类自然代际更替时间背景下的经济行为学，也他拿日本举例子，对吧？日本2战以后出生的那一批数量最庞大的那个人群正好他
享受了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那个时代，这些人全部嘎了之后啊，经济慢慢的就走出阴影，财产被他们的子女继承，重新分配。傅鹏就这么说的啊，傅鹏还让他的儿子准备到日本找个富婆，但也可能是开玩笑的啊。傅鹏还说年轻人为什么不结婚呢？年轻人为什么现在不消费啊？对吧？年轻人为什么不想去买房啊？他举了个例子，他200万买的房子，600万卖给年轻人，他就赚了400万，然后这个年轻人呢就要用后面几十年的时间去支付这个400万，对吧？而这个卖房子这个人呢，就替年轻人，对吧？享受40年，享受多少年？他这种说法他有一定的道理。总体上说，就是现在的人把后面的人钱给花了，债甩给后面人去还。那说来说去也是分配的问题。这个分配有横向分配和纵向分配，大家记住了，千万不要一说分配，好像就是我们现在活着的人呢，对吧？私人部门、居民之间分配，或者是政府之间怎么分配？咱们还有个纵向分配就是你把后代的人钱花了，或者是我们在替前一代人还债，这也是分配所以说来说去都是分配的问题。傅鹏认为她是一个知识女性或者是白领，为什么玩命的攒300万呢？攒了300万就存银行吃利息，如果是2%的年息一年就有6万，如果3%的年息呢，一年就有9万，然后有这9万，相当于一个月7、8千块钱，有这个收入比什么不香呢？他完全可以在全国找一个不错的小城市待一辈子，不愁吃不愁喝。我觉得傅鹏这讲的都是静态的，实际上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因为他没考虑通胀，他也没考虑利率会下调，没有那个年化3%的收益。等到大家都想这么干的时候，存款利率绝对会下调，接近0。也就是政府是不可能让你闲着的。你想什么财务自由，那个非常难，300万就想闲着，那你除非你接受吃榨菜吃馒头。就是他为什么说是静态的说法呢？就是一旦一个白领，对吧，他工作10年，他能攒300万，这是什么概念？这也就是他一年攒10万，30万，每个月能攒3万，他能攒3万，那他至少能发到手至少5万或者4万，那把他个人所得税一算，他的年薪至少是100万的。也就是说他年薪100万级，工作10年攒个300万到手的那你说他年薪100万，每个月都7、8万的收入，或者你躺平，你每个月只有7、8千的银行利息，你这个生活落差得多大呀？那怎么可能躺得平呢？所以我觉得这些专家他是不是没有生活经验也就是说你拼命的攒到30岁或者35岁，你攒300万，那你年收入得多少？月收入那是个很高的一个数字。结果你躺平之后，你每个月只有7000的利息，而且这个利息还在下降。你现在年化对吧，只有2%都到不了了吗？1点几，马上就1%，对吧？你300万一年利息只有3万一个月就2000多3000块钱，你说你让他怎么活？人可以往上走，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家嘴上动不动就说我存多少钱躺平，但是实际上看不到真正的说靠存款的躺平的人呢。这就是现实。经济行为学，对吧？你好好研究研究。所以这种东西就变成一个嘴上喊一喊口号，大家发现没有人真的这么干。再说了，等到你真有300万的时候，你发现300万不够，所以你想躺平很难，人只有被迫躺平。什么叫被迫躺平？就是你确实找不到工作，你啥也没有，走投无路，只好躺。但凡还有一丝活路，你恐怕都不愿意躺。这个高尚文的观点呢，他就比较宏观他是研究这个就业率、增长率、利率、投资、消费，这些关于跟统计局干上了，要扒统计局的那些数这些都是宏观的。怎么解决呢？对吧？他还是从这个政府刺激，更大规模的刺激。这个在我看来这些表面上看都行，堂而皇之的，实际上解决不了问题。大水漫灌，你灌哪儿去了呢？韭菜还是没有。更大规模的刺激，你刺激的都是婆罗门，婆罗门就多收一点，婆罗门多收一点，他就多往国外转一点，你韭菜还是惨。实际上这个在国外无论是理论界还是这个实操都有案例对吧？你看看阿根廷，看看马斯克要干的啥，不会学吗？理论界那就早就有人指出问题所在。这个2008年经济诺贝尔奖获得者克鲁格曼他就说了，他在2000几年就预测他说15年后中国经济会遇到什么情况呢？他说全世界不会任由中国低价商品冲击他们本国生产和市场，等多数国家意识到这点，就会抵制中国商品，那时中国经济就会出现问题，所以的转型升级，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要转型升级，这没有毛病他说问题还没有出现的时候，要让老百姓有钱，因为经济转型升级关键是提振内需，所谓的双循环。你提振内需的前提是老百姓有钱，内需需要老百姓富裕有钱有消费能力，老百姓没有钱，内需就不振，不存在内需。你看看现在问题就是老百姓没钱，而且你想让老百姓有钱还挺难的，你靠大水漫灌是灌不下来的，就是钱到不了老百姓手上。这个中金发布了2023年中国财富报告，社会财富总的是790万亿，其中国资
360万亿，占比45.6%，私人财富430万亿，占比54.4%，国资就业与私有企业就业比例是1:9，也就是10个人里面，国资解决1个人就业，私营企业解决9个人的就业。富人阶层人数是460万，占比0.33%，占有财富290万亿，财富占比是67%，也就是说0.33%的人占全国2/3的财富，人均拥有财富6300万。中产阶层人数是9900万，就不到1个亿，占比7%，整个财富是110万亿，财富占比25%，人均拥有财富111万。也就是说啊，富人和中产加一起不到1个亿啊，就1个亿左右啊，那剩下的还有13个亿，叫其他人群，占比是93%，对吧？这个人群一共是93%呢，占有财富是30万亿，财富占比是7%，人均拥有财富2.3万。也就是说啊，这么一看，绝大部分人没钱，就这个数字已经很可怕了。13亿人，人均只有2.3万，你怎么消费？完了，你大水漫灌，你就灌给那些460万的那个富人阶层。大家都知道，中产都是伪中产，对吧？那房子价格一缩水，中产都返贫。所以说9900万中产那都是虚的，人均财富111万，那很多都是房产，对吧？房产一缩水，中产就返贫，对吧？中产一失业返贫，这中产随时会返贫，这就是为什么内需不振主要原因。那你怎么解决这事？你把钱放到那个460万富人阶层，他一共就460万，你让他消费吧。所以说啊，这些问题不解决，对吧？你什么措施啊，都是出发点是好的，想法是好的，最后是一地鸡毛，耽误了时间。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